你諗住用40萬美金嘅土耳其國籍，但又唔係好清楚應該喺呢個計劃入邊買咩最好。不如我哋簡單嘅分開講下。第一，呢個計劃只適用於佢獲批同埋合資格買賣嘅物業，包括單位、公寓、別墅同商業用途地方，好似寫字樓、鋪頭或者酒店。最緊要係物業文件上嘅狀態要正確，仲要符合計劃嘅要求。至於喺建築物嘅地皮同農地就唔得，即使表面上值40萬都唔計。喺土耳其買地俾外國人登記名都唔容易，就算普通買賣都麻煩，要額外批文、許可證，仲要跟足一大堆嘅規定。對於申請國籍嘅計劃嚟講，實際上幾乎冇可能做到。最重要唔係廣告上面嘅靚價，而係持牌專家嘅官方估價同埋佢 TAP 產權證、TAP 證明同銀行個數入邊顯示嘅金額。申請國籍嘅話，無論係估價定係 TAP 產權證上面嘅價錢，都唔可以低過計劃要求嘅門檻。其實市場上符合呢啲條件嘅物業真係唔多，大家要小心啲。任何現金回贈、退翻部分現金或者喺 TAP 產權證上壓低價錢嘅做法都唔得，咁樣做只會直接被拒絕，或者喺審查階段出現大麻煩。第三，法律雖然容許你可以用幾個物業湊夠金額，但實際操作上嘅細節好重要。所有物業都一定要係土耳其買家之前未用過咁申請呢個計劃，而且真係要符合要求。佢 tolerance， 我哋永遠都係由了解你嘅目標同需要開始，而唔係淨係咁靚相或者聽嘅花言巧語。最重要嘅係查證物業類型、TAP 產權歷史、賣家背景同埋估價，咁樣你嗰40萬美金真係可以幫你攞到公民身份，而且仲投資咗落一個你明白、受保障嘅資產，專業又好似自己買咁認真。如果你想知道邊啲物業最啱，你可以喺即時通訊軟件揾我哋，或者上我哋網站，我哋會一步一步幫你分析你嘅情況，由頭到尾講清楚。